卫心爱心会观众仪式13号上午伫个议会广场来举行，由理事长洪玉芳甲几位婆婆妈妈代表以及议员蔡淑惠拢共同见证，观众一台价值175万的财前勘查车，和消防局由永华分队长陈泽斌来代表接收。你讲到观众的背后，竟然是因为会员的年会拢已经有啊，要结束33档的会务。外人听起来感觉真唔甘。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呼吁说救灾防灾，大家全民一起来。那我们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哈，就是我们中西区爱心会心会，我们这是一个成立已经20几年的妈妈组成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在因为大家年事都有一点高了，所以想要把这个团体呢做一个解散，但是我们就把我们团体里面所剩下的钱，就买了这一部那个救灾勘灾车，捐给永华分队。我想永华分队他在他的辖区里面，他的责任很重，包括海边的救难，或者是说我们目前很多的救难工作都需要他们来处理，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捐赠活动能够让他们在工作上面有一点点帮助。那当然，我们也呼吁说，有很多爱心社团啦，大家一起来响应。有了这台灾前勘查车，未来不管是灾害抢救，或者是较矮的航浪救灾，拢真方便。不管在，例如说去沙滩，因为它也有4轮传动嘛，那它可以就是到沙滩的地形。那不管在流动水域，例如说沙滩或者是平静水域，像运河这种，它的机动性也比较高，我们可以快速的到达那个就是救援的现场。加这个就是盖子的部分，因为我们就放水域的，或者是火警出勤就可以放一些空气瓶这样子。卫心爱心会成立至今，总共有280多位的会员，每一位拢是婆婆妈妈所组成，因利用每个月每人节省的100块买菜存落来的钱来帮助弱势，30多档来帮助过未这弱势家庭加清寒的学生。现在结束会务，将存落来的钱全部捐出去，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这份爱的力量会用继续来延续落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顶回去捐这个什么有去呀？对哦。